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到今年2月28号的时间呢，带到台东县东河乡都兰部落阿弥族的原住民族的朋友呢，来到都兰皮地方呢，来吃住县国的传统粮食。主题呢，迄个山韩国的山派韩国的平洋地区呢，也包含了顺头的太平洋哦。因为一直到今边，那种原住民族阿弥族的人呢，还迄要去到那种海地要去种的吼，古时候咧总系算个记得传统粮食啦吼。咁啊，介咧记得吃住县国的传统粮食呢，然后蔡总统都宣布讲来做都兰迄只示范区嘛关系呢，用迄县国对原住民族来讲，有嘛重大意义吼，等下来讨论。但是都兰迄只原住民比汉人一般嘅沙区啦吼，带到你沙区地多汉人，有客家人，有福佬人，也有外省人吼，千万来外省人也到了，大概50-60年了吼。伊就亲手讲，你下县国的那种传统粮食以后呢，迄唔迄头摆记到原住民出买土地呢，输转去韩国的记到老那种林务局啦，也会有采算数来。票来讲的土地呢，迄咪因为咧哈判法地位度讲了个公有地呢，迄传统粮食，其实要失去其实票来讲中的权利呢，故说大家非常的受利哈。但下你行业中度，堂原住民族其实来先过来个传统粮食，用于迄物界，其实希望得到样买的结果。韩国的当地的汉人的朋友，也要买受利呢。像咧下咧判法当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啦哈，大家意见提出来，做在不了判法到审议的时间呢，立法院立法通过的时间呢，变到行下主权。也强的关系。以下节目刚条呢，来到呢个都兰部落地边协田宫吼，伊迄摆马祖古婆，因为咧咸海嘛吼，有请到的民众会出海去种业，甚至是种的啦吼。马上为您收给现场的来宾，第一个呢，迄呢都兰部落的头目江清武江头目你好。各位族人以及各家的我们本部落的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看到头目今天是穿着全副很正式的阿美族的这个传统服装来啊，表示他非常重视这样一场公开的讨论啊。谢谢头目，谢谢。他对为收给台东县东河乡都兰阿米斯文化协经费的总干事蔡正良。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萨利嘎嘎马布隆来哦。好。其实蔡老师伊同时也喺台东大学国立台东大学龚庆斌文化师范那个教书，伊同时也喺新竹族别来嘅客家人吼。他在为你收嘅第3位来宾係原住民族委员会土地管理处的处长杜张梅庄，杜张处长你好。现场的乡亲朋友，还有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沙宝。再来为你介绍的是东法大学财经法律嘅研究所的教授蔡志伟蔡教授。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好，老师是赛德克族的族名是阿威哈，所以阿威老师也欢迎你来从法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这个传统领域这些相关的这法律的位阶，甚至法的规范的问题啊。今年嘅新浪2月14号啦哈，原住民族委员会来公告说，原住民族土地法就喺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判法以后呢。伊并冇来那种私有地划到地边土地吼，故所青岛嘅原住民族朋友认为讲，你冇老私有土地划落去嘅话，会产生生态影响，会使得佢哋传统粮食吼变到破碎、不完整、冇完整吼。同时，佢哋认为讲，喺唔喺咧下东海岸吼，青岛嘅太县开发案，都喺到私有嘅土地当我哋建行嘅，像那种嘅海顺嘅种嘅度假村啊，伊可以加速公权啦吼。喺咪因为按用现将冇老私有地划落去，做法係引起生態爭議，當然許多呢個凱達格蘭大道當背後的長期買過造反都抗議啦，到近邊6樣嘅時間，漸漸會有50年過去了哈。到底啦爭議係有冇產生嘅？目前情況有冇係？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我要代表政府向全體原住民族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對於過去400年來，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的待遇，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去年8月初一，原住民日，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同原住民的会设立，还印证去年的11月初一会开始划设同公告原住民族传统粮食的土地，各部落的族人都当关心。总算到今年2月14，
人民币公告为传统两位保守办法，在引起各部落村民的不满。蔡总统跟原住民道歉之后，我们期待很深很高，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土地的划设办法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他的诚意啦，没有看见这个他道歉的真正的诚意在里面啊，因为这个还仍然是对原住民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人民币先前公布的传统两位保守办法无包含私有地，本但有180万公顷的原住民传统两位土地，抢存到国有地80万公顷，引起原住民团体的不满。2023起司就随地开拓多间，我等政府的回应。我不希望我们今天站在这一排的朋友们进棺木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一样也是只有遗憾。另外，可能多了更多的怨恨。把原住民族群的传统领域从180万瘦身到80万公顷，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政府吗？蔡英文，你让太多的人对你失望。现在某些传统两辈对原住民族来讲是一定重要的，也有不满的人对开拓多国的部落都有。对原住民族来讲，传统两辈是哪条土地综合起来的概念咧吼。第一就係傳統祭拜嗰種嘅祭典嘅地方，吼，你喺記得傳統兩輩輕重要嘅地方。另外係祖靈嘅身體，每一個原住民族都有神話傳說，有啲傳說嘅一種身體係喺記得傳統兩輩地位度。另外當然係部落目前神話嘅地方，還有嗰個記得港中開墾嘅地方，還有打獵嘅地方。我想先請教一下你嗰種嘅。蔡正良蔡老師，從文化人類學嘅角度來講，吼，到底呢種嘅傳統領域對於原住民來講，在文化上嘅意義重要性係乜解？其實，在人類學角度來講，哈，其實傳統領域並不是財產權的觀念，不是說那個叫財產。原住民族裡面，其實對於財產的觀念，其實跟一般的漢人是很不一樣的，哈。那漢人講說有土斯有財，可是傳統領域其實實際上是一個生活的空間。好，生活領域是一個共同的家。比方說，我們這邊辦祭典的時候，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年齡階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個就是變成部落的人像一家人，所以部落的空間就是我們生活的家園。其實像都蘭的話，就是以馬拉道，就都蘭聖山是很重要的一個所謂的守護神。然後包含這個祖先的傳說，都是從這個海上而來，所以我們到海邊去，都會跟海邊的祖先。然後陸地也有陸地的祖先，陸地祖先像都蘭至少有7個名字。所以海邊是整個太平洋嗎？還是說一定的範圍？當然，我們採集有一定的範圍啦，你不太可能游12海里遠嘛。是，所以當然有一定的範圍，就人力可以到的範圍。是，這個是一個在這邊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一個地方。也要共同去守護。但是它也有歷史的一個記憶在裡面。如果你不知道你從這個，你不知道你祖先從這個來，然後你不知道你這個山是你的守護神。如果今天守護神就好像說你的土地公廟或是這個媽祖廟，哪一天哪一個開發商我買下來，結果我說把你直接打掉，會不會當然會不高興啊。同樣的道理嘛，就是都蘭作為一個大家一起生活的空間，大家一起保護我們自己的家，是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在。好，那蔡老師，你係竹北來客家嘅啦，竹北嚟高鐵特別嗰樣是高鐵特區嚟開嘅時節，當然都會北貢咪不經餐廳嘛，哈，樹頭北貢、天頭北貢、水頭北貢綜合唔見睇，後來有這個。到竹北的高鐵特區有北貢合署辦公啊，因為當代的文化現象，係咪？同樣的概念是講文化上以北貢的客家這種北貢的概念，然後記得有那種祖靈聖山或傳說這些傳統領域，這個概念是可以轉換來理解。我意思講，我特別到大竹北時節啦，我特別以寮的地方，當到的北貢廟也出摸咧，好，所以摸咧你。本來拜拜的地方一直摸咧嘛，你摸因是散體咧啊。你要綠家改變，竹北改變，你要大開發啦，都有錢因到去賣東西。馬莎那路線，係馬莎那路線，係個有錢因那路線啊。佢本來住大路改變因，全部散體去咧啊。本來當好嘅朋友，你也可能全部冇聯絡咧。吼，你係是講，台這個鄉下大嘅所該嘅地方，吼，為所。你啊，你嘅東啲最重要嘅東西，不應拿走咧。哦，因是散體咧，因散體咧是冇解點講強下嘅嗰種做家人。文化傳承下是冇人改嘅。種頭是冇咧啊。種頭是冇嘅嚇。係啊，種頭是冇咧。北貢人冇睇咧。係啊係啊。大家三不五時到北貢廟咧，行聊聊，打嘴鼓，
联络感情机会也冇睇咧。好，都来看下。所谓传统两会目前看到范围係有幾多吼？主要咧下所公告係用中央山脈為主，還有台灣東部呢一片來說啦哈。因為西部嗰種嘅平埔族吼，佢漢化嘅情況清楚啦哈。目前所以亦都係是冇嚟討論，主要係討論中央山脈邊啊台灣東部地區哈。總共咧還有公告係16族為主哈，但是所謂的高山地區這原住民來講有16族哈。那到2002年的時間呢，來委託呢原住民委員會有委託專家學者來調查，到2001年的時間統計出來係台地有180萬公頃了哈。但是呢，28個劃沙判法底邊度呢，然後那私有地啊排除到那邊，哈，估數呢是存到80萬公頃，收退了100萬公頃，估數青島也是不滿，那傳統兩會那邊都冇完整體系哈。那我想請問一下這個魏老師，就是說，那這一次把私有地排除掉，只留下公有地，是不是跟既有的法有抵觸或矛盾的地方？是不是先跟我們做個說明？那其實我們回到一個最純粹的概念，也就變成說，其實今天的爭議點其實是在於這個辦法本身所會產生的影響。所謂的影響就是說，其實我想所有的人都應該會承認或接受我的家的完整性的概念。我想任何一個族群都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想法，而是因為我們把這個家園的概念加入了一個法律的影響的文字，也就是說，因為我劃了以後可能會有行使同意權的問題，那在要去處理這個行使同意權可能產生的一個影響，我先把那個影響比較大的部分先排除掉，先處理影響比較小，或者說影響比較不大，又或者說政府可以掌控的範圍，我先做這樣的一個動作。那但是其實這個部分是欠缺完整性的說明，也因此造成了原住民朋友會認為說，怎麼可以你強勢的就把我的家切成2半啦？我們來看看我們的這個原民會這個主委講，就是說，事實上呢，這個歷史上的傳統領域土地至今已有很大變化。劃設之後，個人使用土地需經原住民族部落集體諮商同意，那跟憲法第15條保護財產權會產生衝突，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那是不是也請杜章處長跟我們講說，那目前先以公有地來進行處理，就是覺得說公有地相對事權比較單一，處理起來會相對比較順暢，是這樣子嗎？可以在短時間之內讓人民有感。我想會裡面去用一個比喻，其實這個數字不是一個決定的數字啦，哈，跟大家報告哈，因為這個傳統領域調查，我們從91年到95年做調查，當然我們是概估的去抓當時調查的成果。那成果是不是絕對的精準？其實這個還需要後續的確認的問題哈。當然，我們講說至少80萬，是指的說我們按照這個定義，還有我們去參考現在我們所收集到的這些成果圖資，還有部落陸陸續續給我們的一些資料來判斷哦，至少80萬。但是我們知道，在這個在這個原住民地區，所謂的原住民地區就是30個山地鄉，25個平地鄉鎮哈，它加起來面積192萬公頃。所以我的意思說，這個公頃數我們是拿來說去做一個比喻，事實上它不是一個很確認的一個數字哈。那這裡面公有土地有多少？其實它公有土地，我們這樣初步的看應該是在120到140之間哈。但是為什麼我們不能講說哦，那一定是多少？因為這個劃設辦法定了以後，它有一些程序要走，我們也要看部落提出來的資料、口述的歷史，還有一些圖資、做標點，還有最後再跟各個部會在商議的過程，最後出來會是什麼結果，我們現在都不敢去論定。所以那個80萬跟180這個，它不是絕對的數字啊，我想這個要做說明。就是約略的一個概念，對不對？好，那我想請問一下，其實這個是2002年所統計出來的數字，到2006年。到2006年，好，先請教我們都蘭部落這些族人朋友，就是說，在過去原民會跟你們之間是怎麼樣來做溝通的，或者說在溝通之後，或者在這一次的劃設辦法，這個原民會公告之後，你們覺得還有哪些擔憂是你們覺得想要今天當面跟土管處杜章處長講，然後甚至跟政府做建議，請舉手發言好嗎？私有地排除在外，不需要經過部落同意的時候，也就是說，
其实像刚刚都有提到说，大型开发案啦，或者说我家的上游要盖一个大饭店，它的污水要排到我家，会经过我家怎么办？都不需要经过部落同意。那还有像最近的那个巴黎污水案，对，那这边大家部落整个东海岸线几乎都是靠海为生的，怎么生活？一旦造成污染的时候，怎么生活？这个传统的概念就消失掉了，因为山跟海的那个传统的学习，就是说，我也跟部落的哥哥弟弟们，还有我们自己阶层的下去打鱼，去学习说，他们会甚至在下海之后起来说，隔天明天会变天哦。这个从哪里来判断？从海流，从经验，然后你要去学习怎么在海里面保护自己。就是说，大家需要这个场域去学习如何在这个场域里面你去保护自己，而不是说，以政府的方式，好，最近有人钓鱼钓得太严重，射鱼射得太严重，所以立法禁止，不是这个概念，而是去教育、去学习，是的。显然您在部落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有比较深一层不同的体认。但是你刚刚有提到一句话，我先问一下我们土管处处长。他说很多原住民族朋友是因为你在后来记者会上面讲说，私有地不需要经过同意。原住民族这个或部落的划设办法，我想它是依照原基法21条的授权去定的哈。那它里面很充分的有说授权我们应该要划设哪一些，它里面也特别的指明有公有土地的问题。第二个，事实上我们也不是没有想过说，私有地是不是可以放进来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在制定这个法案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思考，可是，在整个通案的讨论跟这个不管是法规给我们的意见，还有一些相关单位给我们的意见，认为说21条它并没有授权要限制人民的财产权，然后这里涉及到宪法23条、宪法15条的问题，就说你要限制的话，你要很明确在法律上面要有写出来说是可以把它纳入，这个要一并化的。好，那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头目啊，就头目就是说，其实对你们来讲，就是说传统领域是自主管理的重要性比较重要，还是说像我们刚刚这个处长讲的，如果将来这个法定过去之后有这个不足的地方，我们再来修补偿办法？就是您会觉得说，您站在是一个部落头目、部落大家长，您觉得说是自主管理重要，还是未来的这补偿条例比较重要？你告诉我们好吗？谢谢。我们先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领域。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现在这个大型的这个基业开发哈，它来的时候它一定是破坏嘛，一定是破坏。对这个一般的小型这个私有地那个跟他们无关，没有关系的啦，没有影响的。所以你们自主管理主要是针对大型的经济开发。对，这是大型的。所以我们汉人朋友在这边有个2分半的地啊，有个6分的地要盖个房子，这个其实你们是那个跟那个我们厂长他们的土地嘛，他们私有地嘛，那他怎么盖我们怎么管呢？是不是？是他们是我们就是这个。你看现在我们都兰比的土地，现在有东管处在管理，我们上面还有一个我们那个马拉道下面那个退补会的土地，因为他们的管理嘛。因为我们也听过他们在讲说，可能要对外招标，那一对外招标的时候，你看这个土地就被流失了嘛。是，我的意思说，我们要留下来我们的土地，因为它是我们祖先曾经住过的地方。台湾那个题目讲到，其实你下记得当时你係因為你今年東海岸啊，仲係因為東法條例也好，東海岸啊仲係台灣親密嘅鄉土也好哈，台灣最後的淨土也好，非常非常多大型嘅開發案哈。那部分有納入灣的山園海濱大酒店，有都蘭灣的黃金海休閒度假村、美麗灣度假村、山園棕櫚濱海度假村，其實你都都蘭的筍頭，聽到。夯不啷當已經有57公頃，將近57公頃這麼多。那這麼多的開發案，事實上都是跳過了我們的這個原住民族。我想請問一下那個蔡正良蔡老師，就是說，是不是你們在宣告你們的這個傳統領域的時候，目的是為咗當下了到大型嘅開發案，了到開發案，人把嘅開發時間，經過你哋讓的大廈參詳，後來得到我哋同意，讓你辦法的開發，係唔係咁樣意思？基本上是哈，就剛剛頭目有提到一個最重要的是哦，我們一直在談私有地，其實我剛剛講過，
那个财产的观念跟这个原住民族对于领域空间的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大概在比较靠富山那一带的哦，赤桐那一带。其实我们五线现在就有一个嘛 ，ATT 嘛，全部都私有地啊。可是他现在在盖，我们第一个担心的是，我想在座的不管是我们的阿密斯的同胞，还是我们的白浪或是南爱的同胞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水的问题嘛。对啊，可是它是私有地哦，它是私有，完全7公顷私有地哦。对。那五线的那个水的问题，水权怎么办？好，那前自来水谁要帮他们负责这个工程的这个水的问题？那这个是可能就需要部落来讨，因为这个是怎么？我刚刚回到那个家的概念，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嘛。假设说你家里，你刚才讲几分地那个私有地，好，那个如果会影响到别人，你当然要去跟你的邻居讨论嘛，对不对？如果你要盖房子，会不会遮到他的日照权，或者遮到他的风？会不会你私有地在那边？要挖什么，就要丢什么垃圾的，那你旁边邻居也当然会跟你商量嘛，同样的道理。好，但是我们像你自己要盖什么，那个都有现在的法规去处理嘛，比方水保法、保换这个建管法，这个部落也没有不可能每天整天在那边开会说，我要不要同意你来盖一个那个，不可能。好，那阿魏老师，我想请教一下说，是不是也是刚刚我们讲的法的不完备，相关法的配套措施的不足？譬如说，在原基法里面，传统领域的划设这件事情一直都还没有明确的规范，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不明确，才造成这些开发案？我们看到，也许其他的法也挡不下来，它就绕过了原住民族。是不是我们在法的完备配套上面，这个部分确实是我们需要再加强的？都兰是一个模范啦，就是说怎么样去把部落的这样的一个凝聚力很清楚的把它表现出来，是我们要预备好，在所有法律都到位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做，而不是说我们等法律到位了，我们部落才开始去做这些事情。其实这个都太晚了啦。好，其实无论台下嘅讨论当中呢，来宾也係講你嘅聰明朋友都講到講，其實都蘭部落係早期到阿米族。傳統嘅年齡組織嚇，那種嘅傳統嘅次主管嘅種嘅組織咧，它完善呀，它嚴謹嘅提法嘅，其實經常都非常嘅好。故所有辦法本你蔡總統講，有可能變做全國體制嘅示範點啦嚇。到底佢哋係用乜嘢嚟實行，係用嘢觀念，當然佢忙等到政府嘅公告，佢哋自家先來自主宣佈，先來看一下228個時間，佢哋做乜嘅事情，佢哋韓國嘅佢哋做乜嘅按用嚟做。少數的示範點，我們來做做看。那我們來想想看，是不是都蘭會是一個和這種理想的示範點？如果是的話，我們也可以在這裡來用一個示範性的作業來看看。去年8月10日，總統蔡英文頭一擺去到部落談部落嘅意見，頭一站就係推動嘅都蘭部落，但當場就做出應聲，人民會作為未回應嘅總統嘅要求。10月1號就優先劃設這裡的傳統領域。今個記者會嗰條嘅還係得唔到人民幣嘅北石，韓國東部麥人民幣先前公告嘅原住民族傳統兩百北石辦法冇包含私有地。都蘭部落嘅眾人就先喺228年，喺頭目韓國部落總編嘅帶領下，喺東海岸嘅都蘭幣自家來公告傳統兩百嘅方面。本來是這個私有地是沒有排除的，現在被排除，他們想要蓋什麼就蓋什麼，想怎麼蓋怎麼蓋。變成這樣，我們的權利就沒有了。都蘭部落未強下公告嘅傳統海域嘅範圍，對部落嘅陸地向定外海伸出去3海里。只不過按呢做，同樣係對都蘭嘅其他族群嘅人都少見嘅。原則上，我哋你都唔會同意啦，登記題咪不可以啊。所以報的地本，我哋冇可能啦，因為你哋政府沒有趕，如果原住民來趕，我哋變假生意來趕，我哋下擺客家人就招來去。現在中央忙完成某些噴發的立法，故做都蘭部落自家公告嘅傳統兩百，並冇實際嘅約束力。不過漢擺正式發射過後，為現在確實做到原住民族嘅轉型正義，才影響到其他族群嘅居民權益係。
好，听话讲到咧，种个政府讲过咧，就公告咧传统粮食啦，到底咧80万公顷很用把伊算出来哈，也有可能也扣的哈，也扣的，他意思你讲的80万公顷安尼面积啦哈，其中占最大部分咧，系你原住民族嘅传统粮食嘅土地，包括海域哈，大海也是我们传统的渔场啊，捕鱼的一个渔猎的一个渔场，所以海域也算是我们传统领域的一部分哈，所以都兰部落是说，从这个岸边到海。往外推3海里是算他们传统领域的部分。各位看到迄原住民的保留地哈，一部分大地迄几只80万公顷地，包括七股日古安岛哈1/7，还有部落的范围土地，也总共加起来目前可能他们80万公顷啦哈。开发行为呢，牵涉到伦理跟人为法通，应该。然后部落嘅大厦行得到部落嘅同意，甚至咧从事咧大型嘅一种嘅经济开发建设，而得到部落共识。韩国人呢那种嘅共享建设、共享政府部门开发嘅时间呢，那部落有权来分享咧经济嘅利益。韩国都没有破坏性嘅使用行为。想要强调一下那个蔡正良蔡老师。这个部分就是你们的宣告的重点吗？还是说这上面还有要做比较细致的补充？我讲一个很重要原则，不要去分说原住民或是客家人或是闽南人，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住在都兰部落里面的居民。大家为了我们自己的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家环境，不要受到破坏，不要因为某1-2个人的私利，然后引进了一些破坏性的、对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个大家就要来讨论。好，这同样的道理嘛，这个就是管理原则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好，所以。我们这个管理办法其实并不是要去抢人家的土地，也不是要去好像做变成自己的，不是这样子。该现场的这些汉人朋友哦，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乡亲哈，你都对跳下你按你讨论，无论是原民会的，或者说从法的角度，从老师这边，从他们参加部落这个公告角度，他就买收理，你都认为讲，可不可以讲诶，听书反应好吗？好，了解太高。你要摆好有关原住民传统的东西议题啊，紧紧爱调查莫分种族，不分种族爱大多数的那个村民都反对。你们说传统的，包括登记地跟那个国有财产及承租地，同一定开始我去问过冇伊咪同意，冇研究你一定有冇讲的啊？你也讲冇嘛个问题嘛？你也讲登记地嘛？你也讲登记地，你也七届嘛？你也今日有谈过讲你还把政府的那公告地价来数下登记地，数来不一定，没有按个法，讲你谈啊。好，那我们有土管处处长，等下可以来问啊。没关系，我现在跟你讲如果说你们要做这个传统领域的事情，你在都兰村你有没有办过1次的公听会？有没有办过各族群的公听会、村民大会？然后你们的那个意见有给我们全村的人都知道吗？有没有？是你们几位在那边弄？好，没关系，你们现在讲的很有道理，好了，好像不会影响到我们。谁知道以后的政府现在？你现在突然让你自治、自主自治，你们自主自治的，你们的那个什么，你们的那个经济什么东西，然后你们的那个规范，以后是不是双重的东西？政府收一条，我现在又怕说改天你们这边又收一条，我们会不会怕？那点会降吗？那点会降啊！唔系讲呢啲共用办，那就唔会降啊。呢啲共用办，好，等等，今天讲冇问题嘛，冇问题啊，他说不是降嘅，哪有安样事情？你下步一步来，下摆一步来，买个并用办，马沙地，错唔错？所以讲你啊，东西咩讲呢啲讲，呢啲情有力那啲啦，但是呢个我问过那啲当地的村民。有没有同意你们说那个传统领域包含公有地、跟公有承租地跟私有地，包含在你们传统领域里面？我们相安无事在这边几十年了，几代人了，我们这样继续下去就好了。有没有？为什么要分一个什么叫传统领域，要分什么族群？我们大家已经我在这边住了都兰50年，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几乎各种族都相安无事。副台购几个问题，我先请教土管处，也请教我们这个学法律的老师了哈。那我想请教杜张处长，有可能吗？将来政府拨一笔经费，把这些汉人从原住民手上买过来土地，用公告地价征收回来，然后让原住民自主管理？那刚刚说会不会直接去征收？事实上是不太可能哈，除非我们今天会朝向的目标是那种不公不义的
所谓不公不义，有一些事实的证明资料的，我们可能会透过法律的程序，看是怎么样去把它拿回来。就说原先是非法的这个部分。对。那如果说是完全是目前是依法，然后他取得他所有权，事实上没有这个疑虑，包含你跟工厂机关所承租的土地，就我们未来的立法上面，我们也是保障它的承租权继续存在。好，阿魏老师，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就法来论法来讲哈，目前都兰部落在2月28号自行公告这样的一个传统领域的范围，然后还有一些管理办法的4大重点出来。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目前这个传统领域的划设办法是出了原住民族委员会了，送进立法院在审议当中，立法还没有通过，所以他们这样自主宣告，目前有法律拘束力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请先回答。主持人所提出来的几个在这附近的开发案，在还没有传统领域划设之前，好像原基法21条都没有用。那但是其实实际上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我们可以去看法院的判决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对于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概念范围，其实很多部分都是由法院来协助我们去确认的。所以纵然说美丽湾开发案它最后的一个结果，纵然比较多的层面是从环境影响评估的层面切入，但是有我们很多族人在这个长时间的运动里面的主张，传统领域的主张，其实是会影响到法院去整体做环境影响评估，在文化影响评估层面的一个参考。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原住民族其实在很多的文化的行为上，比如说狩猎的行为、这个采集的行为，在法律的前提，它要合法，都必须要在自己的传统领域里面去做。所以呢，大多数原住民族的狩猎、采集这些文化性的行为本身，在进入到诉讼的时候啊，法院一定都会调查一件事情：行为人你是不是在传统领域里面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今天是无罪的话，那就是透过法院的判决去确认你的行为是在传统领域里面。那也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个划设办法也好，或者说部落没有公告以前，其实我们是比较消极性的，透过法院来去对个别的行为跟个别的状况来去做传统领域的确认。好，刚才你客家乡亲对台湾的说明以后，你俩哈现知识你拄到的问题，因为说的，因为讲的，听书好吗？好，了解阿爸。我们有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我等一下就拿出来，请你们帮我们做主。好，请说。现在你下子谁讲嘞？他的土地啊，民国60几年他就跟县政府承租，公有地哦，跟县政府承租哦，承租之后，后来就这边有种香茅，你知道吗？那个没有人要的时候，他们就往西部跑了，而且有一些原因，而且那个土地也变成了不是县政府管的，拨给国有财产局去管的，而他没有一时去继续承租，但是他没有承租，但是他每年都有缴交他的占用金，他都有缴交他的占用金，都有证据哦，有缴交占用金哦。那个芒果是他种的，芒果树这么大了，被一个原住民砍掉，我们叫他不要这样，他说他是他的传统领域了，结果我们告到法院，现在这个案子还在地检署啦，经过几久的时间嘞？所以说行法人行几久嘞？他那个资料都带过来了，我希望我们非常尊重你们原住民的这个处长，我们非常尊重，希望你把这个资料带回去帮我们做主一下，你主持一个公道。他们抢着要啊，合情合理。你这个案子进入了司法程序，你就不要去乱动它，双方都一样，不要乱动它。等到司法程序判好以后再处理，不是哦。他是说就是他的，你走远一点，他就帮你吵架，讲也讲不听。我们有很多证据啊，我们有缴交税金啊。有交占用费就。这个问题东河乡、成功镇、长滨乡这个问题太多了。阿爸，我们听来讲一下土管处处长好不好？就说类似像这样案例，他刚刚讲说在东河啦、成功啊都有，那有可能的状况是。
我想是这样，因为你刚刚提这个是个案了，用我这样初步的判断是说，可能这块土地现在是在缴使用补偿金了哈，他在缴使用补偿金。我们有缴占对了，那个叫使用补偿金。那可能原住民的这个朋友这边可能有一些误会，传统领域不是你个人的了哈，你划了以后，事实上对现在的法令是没有去改变国有财产法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个案子事实上，他现在已经走司法途径，那你可以把资料给我，我再去了解。事实上也不是说传统领域。我划了以后，这块土地就赶人家说这个就变成是我的啊，那不是这个意思了哈。我先问一下我们的阿魏老师好不好？阿魏老师有没有可能说，因为目前我们刚刚讲说，因为这个原住民传统领域还没有划定清楚嘛，所以很多的司法的实务上面可能会害怕说，我一旦做成判决之后，这个判例反而会框架住未来。或者目前正在推着传统领域这样子划设办法，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实务上的考量吗？比如说这个一个地方政府划了按照都市计划法划了一个都市计划的区域，或者说按照这个国土计划法划了一个特定使用区域，那在这个区域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其实还是按照它的法律去走啊。所以它不会因为个案而去影响说这个传统领域的界定，也不会因为传统领域划定了而去马上去影响到这个个案权利的一个变化，不会。所以目前这个个案在司法的这进度上面好像没有太大进展，可能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是有其他。这不可能啦，不可能。好。还有没有我们汉人朋友？还有哪个你他家乡亲来讲，我们这边后面还有意见的？好，该给阿爸。我们住在都兰已经差不多60年了。来的时候和原住民相处很好。山上的建设，不管是电啊、路本来是有，但是后来打那个柏油，我们出钱出力。到今天的生活，你说要我们把所有的土地，把我们的那个国有的土地哈，就是说去做这个原住民的保留地。刚刚已经说过了，你如果跟林务局有契约，契约照走啊。传统领域划设不影响你契约的承租啊。我们休耕有那个水，水就是说休耕的时候没有去弄来，到我要弄水的时候，那个一个原住民把我砍掉啊。他说你这个水是要接这个水要去问酋长。要去问酋长啊！要去问头目是不是？对，这对传统领域有什么贡献？好，那我先来问一下我们江清武头目，这个是水利会管的还是你管的？水利会管的。好，所以下次如果再有人说要去问酋长、问头目，你就知道那个人8成就是。没有，我会跟他讲说，你尽量做。尽量做是不是？好。都来用一下，原住民并欢迎在乡下生活比例非常高的地方，用型的实际上和理想的情况落差确实非常的大。到底啦问題都狀況係那種意見呢？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來，tuh kenal, kamu saya tuh kenal, lo amin saya kenal, saya kasih tukai。行地都蘭嘅路況就感受得到，一大筆嘅當然出去係鄉下嘅總頭。露出喺阿明族嘅族婆幫尾啲嘅買菜，然後一片就會行業，竟然嘅複合式茶貨店。那個6個100，面，不會。茶貨店調工用嘅阿爸，頭擺係定定木坑兒對師傅來也老實嘅行業，一下退休嘅就強牛嘅。前幾天賣5頭出去啊。然後日嗰個未啲都蘭曾經落單，學主委嚟講嘢咧，啲都蘭辛苦打拼50-60年，有自家嘅土地，只唔過談到愛往實原住民傳統養嘅，阿爸講就實現嘅，自家土地你會本地放落去。有一個唔係一個嚟要嘅冇啊，我講家一生嘅心血全部投資到那邊，一條土地都根本沒啦，都俺那邊一條都。以傳統領域來講啊，是我本太家了解，冇講啲自家點嘅做啊，都唔錯嘅。除咗啲石油氣來講做，還有一種嘢係漂過油氣來講，係講比方說落去，導致於農民除咗冇愛好，你冇解釋，還有人因為包曬嘅原住民傳統糧食，本未到出去唔報。
我们无论社区的营造，无论什么，白天晚上我们都在互相照顾，我们已经非常的融合了。那么我最怕的就是说，不要制造族群的分裂。只不过对部落嘅人来讲，某些传统两辈过后，家庭最早都启动太县的开发，因此喺按当年代，都然系东海岸观光一定发展的素材。民雄落落嘅还有其他県太县的开发案当地嘅truyền统，已经回到部落嘅生活环境同条件。你来到我们的部落，那你是不是要入境问俗？你要在我们的就是比较郊区、比较山边的地方盖民宿，你是不是有考虑到有掠夺到我们的水资源？那传统的价值你是不是有侵犯到？只不过对其他族群来讲，某些传统两辈有乜嘅意义都唔係懂了解。安樣嘅本大家都知，韓國得到各族群嘅統識，大家都啲嘅看。好，台灣新聞一樣片底尾度也有詳細講到，其實帶到都蘭嘅按多年了，可能阿公嘅時節、阿爸嘅時節，還是細個來帶幾十年了。其實老當地嘅原住民族嘅也有青島合作嘅機會，大家成發都強下，譬如說什麼巡守隊之類的哈，環保志工隊之類，都經常都非常融合的一個或融洽的一個，應該說融洽的一個族群關係啦哈。所以講有因為講你下嚟。公告了，與水買傳統兩份，上面都睇教會當緊張，關係上變到唔好。為講你啊講介紹，其實台灣公告嘅青島，但是係喺青島嘅歡迎朋友講係幾十年來大兵嚇，外圍來到東河了，地方大兵係閃起為唔見提起啦嚇。都嚟看一下，蔡英文總統喺用版嚟講嘅傳統兩份，落實嘅主要睇重點係乜嘅嚇，可以看到係。到10月20分後嘅時間，收款演出民族嘅歷史爭議和個轉型爭議嘅委員會，所以我們就簡稱為原轉會啦哈。原轉會裡面講到傳統兩位係有完整嘅空間嘅範圍，它是一個台灣應該阿亮老師說是個家園的概念哈。佢唔係所有權。聽日部分是講傳統兩位落實下去以後呢，漢白做太縣嘅開發嘅利用嘅話呢，要。原住民族會有嗰種嘅享有自商同意權，就賦予這樣一個法律的權利跟意義啦。再來係，你看轉型正義係為到去否決，是講頭擺到清朝啦、日本書啦、國民政府來哈，冇強用嘅呢朝呢推嘅政府來到台灣，對於台灣最早嘅主原住民族都有冇強用嘅治理手段。那這些治理手段或多或少都對原住民族形成一定程度的傷害，而這樣的傷害是我們一個進步的民主國家、一個公民社會必須要去進行這種轉型正義、歷史的正義，我們要來進行和解的。而這個過程不是要讓大家更去彼此的猜忌、衝突、誤解，所以這是很重要一點。再來是個目前那種巴沙潘反已經經營那種立法院審議過程當中哈，那原轉會基本上會尊重立法院的自主性，所以阿魏老師就是說，這個做法，您在原轉會裡面有講到說，事實上這個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是一個利益良善辦法，可是好像政府在溝通的過程當中好像沒有說得很清楚，而且說這個辦法它事實上不是劃設傳統領域的辦法，而是說被劃設傳統領域辦法要怎麼樣來執行細部的辦法，可是大家現在反而是因為這個20條或者還沒有去把它土海法還沒有過，就先找到這個方式來做，讓大家反而認為說這個法是在劃設傳統領域，是不是這樣的誤解，讓今天有很多的這個因為立法順序的關係，讓很多的誤會是不諒解，或者說這種說了都說不清楚狀況產生了，您怎麼看呢？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是一個完整性的概念哦，如果它是一個完整性的概念的話，我們今天這個劃設辦法其實比較精準的來說，它應該是劃設原住民族土地內行使同意權範圍的辦法。就是行使諮商同意權那個辦法。對，行使在一個原住民族土地的範圍當中，
我们要去行使同意权，在什么地方应该要去行使同意权？是但是这个空间里面的，在每一个地方要做开发行为或者其他利用行为的时候，需不需要被同意啦？但是这个空间是传统领域，但是传统领域不是每一个空间、每一块、每一分土地都需要同意权。我们刚刚在讨论当中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当到的环音朋友哈，无论是客家人来讲，唔系客家人啦哈，福佬人也用外省人讲。对啦哈，来挖了种的传统领域，伊讲该摸开过呢都兰村的村民大会，好，虽然讲这个传统年龄组织部落这个之间有开过你们内部的这个年龄组织的会议，但是这个对象可能是阿美族族群内部的年龄组织内部的会员成员，但是会员以外的社区里面其他非这个年龄组织或非原住民族就没有被包含在里面。当然，这个部分也许是都兰村的村长可以来做。那阿良老师讲，你们这个部分可以怎么样来跟黄英雅片的村长来合作，就是让大家在这个都兰部落的传统领域的这个概念上，或者说未来的共同经营、使用、管理范围上面，可以去进一步拉近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当然，为了会做的铁路会较顺嘛，哈，大家观念强壮，什么想跟大家讲，唔讲讲唔会分享哈。传统领域，我再强调一次，真的不是财产权的观念。好，不是财产权的观念。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这是我的传统领域，这是我的，然后你本来有在那边承租的话，你再来跟我们讲，因为这个我们其实年轻人都很清楚这样的概念，好，都知道说传统领域是一个空间，我们只是担心说，像过去我们看到富山那边的状态，我们看到垦丁，我们就是不想变成垦丁那个样子嘛。原来住在那边的人，即便是搬进去，后来住了50-60年，后来都被迫离开了。年轻人也都离开了，不回来了。我们现在年轻人慢慢都回来了。这些年轻人回来，慢慢回来，有自己的工作，大家一起合作，把这个我们说有把这个家，好，把这个家给保护好，好环境保护好，自然而然你那个人就会进来。头目，我们这个部落这个年龄组织有可能当作是一个桥梁，就是未来如果再有一个原住民，不管是哪个村的啦，还说。这是传统领域，所以你这条水沟不能开，要去找头目、找酋长的时候，可以来请教你，你当桥梁来做解释吗？我们大家沟通嘛。我在这里也跟那个胡先生阿金哈，因为他们来这里从小就来了嘛。你看我们相处的很好啊。我们从来没有跟人家吵架干什么，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刚刚他们想的太多，我想太多了，应该不会有这回事了。不会有这回事。好。韩主任，你给乡亲，还有我们这边的乡亲汉人朋友有意见了哈？看那位后面那位。我现在有一点意见哦，是说我们大家说和原住民麦克风靠近，和原住民已经相处了。可以讲了几十年的，我现在觉得是说，他们要做一个传统领域，好像临时，一下子他们自己决定就算数了。现在是政府是，好像是说政治管理的不好还是怎样？怎么现在来搞一个自治领域的原住民？台湾有这么多种族原住民也是很多。他以后有样看样的话，是不是变成我们一个国家会变成分裂去了？一个族群，它有领域，那以后就变成不用县市了，变成原住民的领域这一块。台湾已经有好几种的原住民了，有样看样，是不是这个建议提出来做参考？好，谢谢。好，208，好，我们还有持续沟通的这个空间了哈。头先来做背心的嘿啊。我从刚刚进来，我一直听到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沟通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传统领域来讲，对我们大家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啦，但重点。就是说，太多的那个限制，会让我们很难生活了。比如说我们原住民朋友啊，到海边去啊，这个也不能摄鱼，这个也不能怎么样，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痛苦？一样。所以我的想法是说，不要太多的那个限制，让大家好好的生活。
大家和平相处。好，谢谢大家。好，这是好村长。好，再一次点出，就是说这个沟通可能不只是族人朋友内部，可能还要往外扩到汉人朋友。我们蔡总统去年8月向原住民道歉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外来族群在台湾的成功，是建立在原住民的应该是苦难上，所以说他要道歉。而且要还原住民，正义。我想，蔡总统的用意是非常的明显，只是，他手下的官员可能能力不足，或者是他指挥的能力不足，他对原住民的宣导不足，对客家朋友的宣导更是不足。那其实对于族群融合的这个责任啊，政府是责无旁贷的，不能把这个族群融合的这个责任推到我们都兰部落、我们原住民的朋友的身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这哪叫正义呢？这是不是陷害我们以不义呢？我们跟汉人朋友跟客家朋友都相处得非常的愉快，我们没什么问题。现在新来很多外来的族群，他们可能都比我们现在的客家朋友有钱，比我们部落的更加有钱。他们是台北来的，他们要买我们土地，要盖一个核废料厂怎么办？盖一个垃圾焚化炉怎么办？你们愿意吗？其实都兰这个家，你们已经是在里面了。我们应该就是在这边和平共处。新来的那些要当我们的家人的。社区有社区公寓，他不要入境问俗，问我们这边水可以拿吗？还是随便他们拿水管就偷我们的水呢？我相信客家朋友们呢也绝对不同意的。那希望我们在都兰这个地方，大家形成一个多元、种族和谐的一个部落，而不要自己起内讧。那我们最后也请我们的原民会这个土管处的杜章处长，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汉人朋友的那种忧虑，或者说那种对法，或者说对于这个传统领域划设办法的公告的那种紧张害怕，事实上是来自于沟通不足或沟通不良啊。那原住民族委员会过去在族群内部的沟通之外，是不是也要试着往外？跨过去、跨族群的沟通，在3月20号总统府的这一个原转会就是历史争议以转型正义的委员会，总统有指出了一些意见他特别指出，就是说对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理解是事实的陈述我想要给非原住民知道，它是一个事实的存在的问题也是自然主权的概念。我想这是对一个原住民族在台湾的一个主人的一个尊重就再怎么讲，他还是这一块土地的主人。我想这个尊重是应该要有的了而且它是一个完整的空间，而不是所有权的概念。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传统领域的存在，是事实的存在，是优于现在所有的法律他也特别提到，政府要有责任带领主流社会尊重理解这一个历史事实，所以这就是我们政府机关要特别努力的那他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转型正义，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族群间的和解。而不是制造对立那我想会里面以后也会遵照这2个重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指示在未来在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正义跟权益的时候，也要兼顾到其他族群合法权利的这个维护，然后逐步来完成我们原住民族土地转型正义的目标。我想会里面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了谢谢。好，那阿威老师呢？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汉人朋友，或者给我们相关的这个政府单位的？每一个人归属于一个民族，都有一个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尊严。客家人也是。其实客委会我的理解在中央部会是非常强势的包含客家电视台那个主体意识很强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由客家人的这个主体意识的一种能动性，然后跟我们阿美族人这样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部落来讲未来正面的一个发展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期待的。最后，我想请教阿良老师说，因为在客家人就被累到杜兰，好，那你也加入他们的年龄组织，
那你认同这样的他们的文化，你也得到他们的肯认啊，让你纳入在他们的这个组织里面。因此的那个最重要的精神和态度是什么？我还是回到一个点，就是说我既然喜欢这边的生活方式，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大家把这边当做自己的家园，好，大家形成一个共同体。那因为现在在阿美族这边的确是有比较有组织的在，因为这个已经延续好几百年的年龄组织，这是延续好几百年的传统，一直都没有断，而且现在是年轻人那边慢慢都回来。好，那未来是不是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彼此的去理解，然后多加沟通。当然，我也同意那个哥哥常常提到的哦，有时候不管是政府，或是像我待的学界，好，或是在这个所谓的政府部门，可能要从更底层的，要考虑到那个阶级的问题，其实是阶级的问题，有时候并不是太怎么讲，那个族群的问题虽然有，可是也不要去忽略掉阶级的问题。好，这个我也想是要呼吁的部分。大家对于传统领域的想象，还会只是就是钱所有权的概念吗？恐怕是所有住在都兰的人都要跳出来抗议捍卫的吧。古时候金兵役你看到的传统良分，都在迄个家园的概念，然后讲叫土地所有权，你知道所有权在哪里完钱，爱用一个商品经济的概念，啊，像你喺值得大家好好来思考嘅。台湾你喺地方先来好多嘅人。都喺台湾在土地的主人，无论先来也系好多，大家应该认同对方的历史，互相的尊重，也让你行下去最重要的就大家做到的部分。以上我今日出面台飞，今日讨论，感谢大家参加，希望大家支持，谢谢。